请问医生不配合检查。哦。同志，这里现在一起赶紧放一放有关部队，请你熄火，配合检查。请配合检查，不要熄火，不要检查。好。不要熄火，下手不要检查。刚面的。这个你不要动，配合检查。往过来。往前边。往那边。配合检查。放开。放开我。放开我。好了，多谢。车子在人员一边，发言人员在车辆前面进行小步。